你看，27位大家早平安。咱感谢圣歌队拄则唱这条诗歌，甲牧师今仔日要讲的主题，完全拢同款，为了荣耀主来活，为了荣耀上帝来活。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，大先要来做祈祷。主爱主管的上帝，感谢你无限的恩典，你的疼痛，你的祝福伫阮众人的中间，是阮知影，阮需要你的恩典的滋润。阮需要你圣神的感动甲启示，阮阁需要你的话语，正做阮人生的方针甲目标。感谢你，因为阮当谦卑伫你面前的时，主你的话，阮就听会落；当阮伫你面前较无追求的时，主你就应允阮伫你面前的祈祷。主啊，愿阮的学习做伙彼此勉励，是你阮知圣神要用你的方式来对阮讲话，愿圣神甲阮同在。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拄则有读2位的圣经节，牧师呢，伫2礼拜前做伙甲咱学习，咱这个标杆人生整个的主题，叫做人生的目的伫倒落。咱有小可讲起着，引起咱一个思考啦，吼。思考讲，到底我出世伫民国，我是40几年出世的。我出世伫平湖，我细汉就只咧基督徒，我后来来读神学院献身予上帝。到底我一生的目的是为着什么？咱逐人拢有一条人生的道路在行，有的人是偶然的，有的人是意料之外的，有的是家己照家己的人生的计划在行。但是当你认捌上帝了后，当你知影上帝创造你了后，你的人生观、你的态度、你的想法、你的作为、你的选择，有甚物款影响？有甚物变化无？这是咱2礼拜前甲咱3甲学习的。所以咱做一个简单的学习，就是讲，我有迄款的确信，就是我的人生绝对毋是偶然的，毋是随随便便的。毋是咱是大人对囡仔不耐烦的时候讲妈妈我是藏生的，你讲你都伫照起叫转来安尼啦吼咱拢常常有迄款的声音伫咧安尼。你要确信你本真上帝互你存在伫即个时刻有奇妙的意思，毋是用你家己想哦。若想讲哎呀，我哪会出世伫即款卑微的家庭呢？我哪会安尼出世安怎，想我一大堆负面呢？当你想到讲上帝你身上有奇妙的旨意的时，你的思考就完全无共款。咱有讲起着讲，咱人的人生呢，常常会互一寡咱外在的物件、千百种的环境、思想、价值观甲感情来支配。你毋知影安怎影响的就对啦。你细汉受影响，你家己嘛毋知；你出世伫你的环境的内面，你嘛毋知。从是上简单的例，咱逐个人绝对拢走袂去的，就是讲，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的四大人的三顿互我食的物件，你一生绝对袂记住，对无？上帝创造咱人的迄个指头，迄个味觉吼。当囡仔时阵，爸母饲啥互你食，爸母三顿互你食的物件，你一生拢咧笑念，迄就是一个影响啊。你去到倒位都想讲来咱食到这，毋知要偌好。出去到伫美国，逐摆若转来台湾，讲我要来去台南、较石城区，也是要去三甲里嘛食一个我较早食的物件，迄就是影响。你的人生是有无共款，你知甲毋知，好甲歹的影响。咱兄弟姊妹，咱有的部分无一定是正面的影响呢，但是你一生拢受绑伫遐。咱有讲起着5种受到束缚的人生，你的思想、你的念头、你的自觉，拢受影响着。咱互罪即个想法所来束缚，咱互怨恨、愤怒来束缚，咱互恐慌、惊吓来束缚，咱互物质的享受来束缚，咱活伫别人的期望的中间，你也伫遐束缚。你感觉讲一生好亲像你活的拢毋是为着家己来活？
你感觉讲好亲像我若无照这期望，好亲像我都毋是我，迄款的束缚济少拢伫咱的心中。但是，你甲咱想讲，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，接受圣神的引带，你甘愿甲这个切开无？你甲放落来无？你欢喜讲呢？那既然毋是照圣经的教示，我愿意互上帝来带我无？愿意将上帝的目的、人生的目的放伫上帝遮，然后你才开始改变。这是一段叫做属灵的旅程啦，毋是讲今仔日安尼，明仔载就变安尼啊。是你一面在追求，一面在学习，一面伫兄弟姊妹鼓励内面，你在转变。所以，当你有一种目的导向的人生，就是你有一个真清楚的目标。这个目的导向毋是后辈家己插的，后辈家己画的哦，是上帝伫圣经来对你的一款的启遣，对你一款的目标，对你一款的吸引，对你一款的指示，然后你开始你的人生有目的。但这个目的无一定是世俗的目的啦，无一定一般人看到的目的。但是呢，你有目的，你有意义，然后你会把人生足多要追求的物件慢慢拨开。这个有下上帝无？有下上帝伫我心中的旨意无？你慢慢刷开，互你人生继续简化。简单就是水哦，简单就是一个目标明确哦。然后你的人生会足专注，就是我在伫这项。咱常常会去看见真侪新闻的报道，讲有迄款叫做民间的艺术，艺就是迄个在艺艺术啦。讲一生伊就是做迄样工课。日本足注重种职人精神，对吧？日本会足侪遐国宝级的遐人士，伊就是一生，伊就是用迄个目标来拍拼。哇，真侪日本的迄个店吼，有五六百档、六七百档哦，一间店，毋知几十代啊，还佫继续咧传承。伊感觉这就是阮一生追求的。当然，迄是一个互咱尊敬的一种对伊家己的家团的在艺一种的坚持，一款的持守。当然，基督徒就是咱看见上帝伫我心中的旨意，检测伊甲你带另外一条路，检测上帝互你换另外一个所在，检测上帝伫教会中间放了一个任务互你。这任务可能别人看无啥会出来，但是你感觉讲这是上帝爱我做的，而且是人生的目的。所以你较专注，你的生命就较有气力。咱知啦，专心做这样代志袂欠、袂先、袂畏。昨昏呢咱青少年的这个提摩太的这个牧区，咱为着5位高三的青年来给因祝福牧师给因祝福，我就给因问讲：来，恁讲看嘛呢？恁感觉过来你想要追求的大学是甚么款的情景？上帝为你画那都是甚么？哇！这青年即嘛继续有专注。较早我会记高三的时阵那嘛唔知要啥货，考会到就好啊。即嘛唔是人伊讲我想要做安怎？我想要读啥货？我会当上帝甲我带去到倒位安尼。而且囡仔已经足有主见呢。有的人讲要读机械，有人讲要读心理的安尼，有人讲要读数学、数理安尼。当你生命有动力的时阵，你做了就袂先袂野，你失败嘛袂艰苦。你知影讲，这是我应该付出的。然后，咱基督徒最后所要面对是讲，安尼我的永生的生命，我有备办好无？这拢是咱在学习的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大家互相勉励讲，上帝创造你的目的，你是创造中袂当欠缺的一部分。你无迄个理由通自怨自艾，讲我活伫这世间是假啦。你能找到上帝你心中的旨意，你是这个世界、这个宇宙袂当欠缺一部分。因为圣经甲咱讲，伊创世以前就已经精选咱啦，所以那是安尼，上帝你创造精选，对你有特别的旨意，你是安那有去感受到上帝伫你身上迄个旨意目的，你有找到无？等你找到了，你就通伫你的一生的中间，你的所行所做，就来荣耀上帝。
请会记得哦，是咱的一生的所行所做，拢伫荣耀上帝的内容的内面。2礼拜前，咱有引用讲啊，咱有一位安尼出世就无骹无手，吼啊，一位激励大师。啊，咱阁看见伫即个古前来长大的一位姊妹，啊，因天生就残缺，但是因无有任何的自怨自艾，因真的是活出生命的热情。啊，他真拄好，咱伫过来拜五暗，咱足难得有这个机会，有一位有缘是后天的就对啦，变做残障袂当行路的一位兄弟，叫做林和成兄弟。啊，伊若听伊故事，你会真感动，而且伊真够写创作这个诗歌，亲像咱现在唱的《相约在主里》，也是宣告的中国。伊本来是一个安尼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伫这个社会吼，绝对伊要欺负人，无爱互人欺负的。最后上帝竟然互伊，因为发生安尼打倒意外，啊煞半身不遂，必须爱坐轮椅。应该是一生吼恨事技术啊啦，一生吼拢怨叹别人的，但上帝改变伊，所以伊感觉讲上帝伫伊的心中虽然放落一个足大诶，人讲开玩笑就对，吼，伊的人生煞变做都爱坐轮椅，但是伊煞变做互上帝所来甲伊改变。啊，咱拜五暗要请伊听伊诗歌创作甲伊的见证，啊嘛真奇妙。这个林和成兄弟的谢美刚做是拜五暗8点吼，啊，伊用伊的诗歌，伊浪子回头，然后伫轮椅的顶面的岁月为主来做见证。真奇妙啊！拄好，咱青少年伫去年就甲小会报告讲，望咱请一位现在伫即个马偕病院在做关怀师的郭雅胜传道，会当来青少年家来做见证。啊，听咱这个长老呢，听起讲啊，这个郭雅胜长老的这个团队的故事吼，哇，真精彩！啊，青少年甲邀请来拜六刚刚的，啊嘛无闲，通阁赶转去台北啊。是不是咱礼拜日伊愿请伊留落来做见证？啊，所以这个郭雅胜传道，伊嘛是拄着人生叫做海啸人生啦吼。因为伊少年的时阵拄着一个意外车祸，嘛无法度通行，坐伫轮椅的顶面。原来是放弃的人生，竟然因为上帝予伊的改变，予伊鼓起勇气面对人生上大的冲击。后来伊成做传道者，后来伊成做是病院的关怀遐病人的关怀师。啊，就是讲真巧合，咱定个时间也无互相约好，啊，拄好，这两位伫新疆生长的人士，拢要伫咱中间甲咱做见证。也拄好咱在开始标杆人生的决策，这拢有真奇妙，毋是牧师有先见之明安排，是这林和成兄弟是顶礼拜。啊，人听到讲伊转来伫台湾，啊，才请的，啊，拄好巧合做伙。因拢是一生可能人生有真多的追求，但是因为身躯残障，才坐伫轮椅。因上有理由通怨叹人生嘛，因上有理由通看见这个世界对伊无公平嘛。但是安怎，伊原感觉讲上帝的心中有特别的目的，是因为伊有去感受到圣神对伊所做的。像咱较有会兄弟，咱嘛人听起较早咱足爱看的即个刘侠有无吼？圣灵子伊写的册，伊激励足多人，一个完全无法度人去行动的人，竟然能激励遐尼多人，是因为伊有找到上帝所许的人生。所以遐尼姊妹，咱线接伫咱即礼拜，吼，伫即个月咱所读的标杆人生内面，是一个开头就对啦。即个开头就是讲，咱先找出咱要荣耀主的人生，你用什么款来荣耀主？当你找到这个方向了后，你就继续勤考，知影你
应该做的，无应该做的，唔免做的，什么阵应该追求的。所以，咱知影讲，这个人生绝对唔是偶然，因为上帝通过林梅生兄弟，通过郭亚成传道，伊咧做这个见证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当咱知影这个前提了后，咱开始想讲，咱凡事所做，咱的所想、所讲、所看，咱经历到整个的宇宙，有一个上美好的情景，就是拢在显明上帝的荣耀。咱看去诗篇内面讲一句话，讲天顶讲起上帝荣光，就是表示世界上美好的情景，达到上美好的情景，迄就是上帝荣耀显明的时阵。所以咱咧讲起着上帝荣耀是足抽象的，是无？有影听起来较像一个术语啦。但是上帝荣耀，若要讲简单是讲，就是伊家己显明出伊的荣耀，伊的本质，伊的尊贵，伊的光辉，伊能力的彰显，伊临在的范围，拢是伫表达伊的荣耀。意思讲荣耀吼，比如讲啊，这个人吼。做了袂歹，但是若无人捌伊，咱就甲伊安尼讲哦，这个有够好哦，这个有够理想吼。像咱选举啊，这个人都无人捌伊，哇，就因这个党团就甲伊鼓吹讲哦，这个偌好偌好，就是要互伊得到人的支持嘛。啊，咱知影讲现在吼，迄个演艺界吼，你若有你互你的经纪人，还是你的公司甲你捧吼，迄在开几千几亿的哦，为着要互这个歌星、影星爱当请起来，拢是用人的办法甲彰显嘛吼，哇就清查啦吼，出入就雕工摆迄个阵仗安尼，首先吼，足侪演艺界有无？讲什么坐飞机要转来台湾，一大堆人冲去到机场咧甲欢迎吼。你甲想，迄有时足侪粉丝无毋对啦，但是迄有足侪拢是迄个经纪公司吼安排的，去甲靠这哇喊话大声话讲哦，亲像足歇斯底里安尼，有影有真多即款的身份，都要用这种办法来甲插起来。但是上帝毋免啦，上帝毋免咱家己更较丰富，伊本身就是荣耀。所以上帝荣耀伊是伊的美善甲一切真实，伊是讲伊本质显露出来就是荣耀的。但咱要讲安尼，阁无够具体。上帝荣耀伫什么所在显现呢？咱家己静静思考，就是伫大自然内底，你就会看见上帝荣耀。上帝荣耀展现伫迄个奇妙的创造，即个宇宙的运转。咱莫讲宇宙啦，咱敢若看会到的星辰、太阳、日头、月亮的变化。伊的荣耀显现伫伊所创造即个微小的生物，到广大的银河。咱对日出日落，咱对日月星辰，咱对四季的交替，就是讲这一切都是上帝荣耀的展现啦。即款的荣耀。什么人做会到？无人做会到，是本人就是本身就是。然后伊吼伫历史中一直在对人类来表现，伫爱甸乐园的中间，伊显露出伊创造的美妙，伊创造人类的目的。然后搁伫伊所调的百姓中间，伫摩西，伫旷野的会幕。伫后来圣殿的中间显露出伊的荣耀，然后主耶稣基督降临，上帝通过伊来显明出伊的荣光。因圣经有讲，只有通过人子来显露出上帝。耶稣基督的医治，耶稣基督的宣讲，耶稣基督的无罪受定，拢是上帝荣耀的显现。然后，当圣神降临了后，讲上帝荣耀是透过教会的彰显。全世界有算袂完的这教会数，
咱是毋是有甲上帝荣耀呈现出来？这就爱小可拍一个问号啊！吼，咱是毋是有真正高举上帝？咱是毋是有上帝荣耀？人来到这个教会讲啊，真正恁这个教会真正有上帝荣光呢？这就是咱做伙的努力的。但是上帝伊亲自应允，耶稣基督亲自伫遐宣告，伊上天了后，圣神降临，要透过教会，伊的上帝所差遣的百姓来荣耀伊。圣经中间嘛，真侪咱看会到上帝荣耀的显现。上帝伊捌伫圣经内底用火、用云、用雷电、用烟、用灿烂的光彩来显明伊的荣耀。所以，拄则我有讲过，讲上帝这个荣耀哦，照讲是毋免人家加天啦。你较加天嘛无气力，就像日头一个照，你点灯火有啥物路用？日头你甲照较光有无？有啦，你著照暗的所在，照袂到的所在，咱需要灯光啦。但是日头骹，你免甲增加伊的灯光，增加伊的光耀。所以咱嘛免增加上帝荣耀，因为上帝本身就是荣耀。但是上帝荣耀伫即个看会到、看袂到的大自然中间，有的人无去感受到，你敢知？伊感觉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伊感觉这是我自来就有的，伊无珍惜咧。所以伊就是透过教会，透过这个伊所招好的这百姓，来为着伊的荣耀来见证。所以咱上帝命令咱讲，爱认捌伊的荣耀，知影伊的荣耀伫倒落，尊重伊的荣耀，宣扬伊的荣耀，学乐伊的荣耀，欢迎伊的荣耀，而且为着荣耀伊来活。这是咱一个受造的百姓，一个上界水的结连啦。你是讲你的人生到底什么是上完美的？是名声地位吗？是你一切互人学乐互人欣羡吗？这固然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但是毋是代表上帝荣耀。是你活出你受造这个百姓，上帝呼召你。你所行所做，你会当荣耀主无？所以咱来讲，这个人有荣耀是伊应得的。有的人用一寡虚华的理由虚名就对啦，虚名无偌久无迄个权力无迄个位拢无人捌伊对无？咱知政治界是哪会安尼？起起落落就对啦，伫台面上哇安尼硬硬请请。边护卫一大堆，一日落来就是平民啊！荣耀是一种精神甲扶起来，但是咱上帝荣耀是伊是万物，伊创造一切，所以伊堪得就对啦，伊配得就是上帝荣耀。你无互伊嘛去自然荣耀啦，是咱有去感受到，有去体会到，有去。真真正正印证着，因为伊创造万物，只有两项物无要荣耀上帝，真趣味哦！这真趣味的这个教理哦。动物会晓荣耀上帝未？山川河海会晓荣耀上帝未？因自然显露出荣耀啦，荣耀上帝。但是只有魔鬼、堕落的天才，甲世间人犯罪，互上帝荣耀受压砍。所以意思是什么呢？咱所以叫做犯罪。牧师在上这个初信的兄弟课的中间就讲上帝叫你怜悯我，赦免我的罪，耶稣基督洗净我的罪，我拢特别解释。这个罪毋是单纯讲我去杀人放火，我去抢夺我去安怎？遐个固然是罪，但是上重要的罪是咱无荣光上帝，咱的生命无活出上帝的款式啦。所以一切罪根源就是无归荣耀给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那既然是安尼，牧师要招咱大家人用一个安尼一段时间安静，做伙来学习这本标杆人生所对咱的一个指导的蓝图，就对。这个蓝图是真
清楚真明白，互咱知影讲，我研读了半冬的研读学习，你伫小组，你伫团契，你伫个人的灵修，还是招一个伴做伙来读这本册，目的是讲，互你更较清楚圣经的指导，更较清楚我一生的目标，就是基督徒的目的导向的标杆人生，就是我爱归荣耀给上帝，归荣耀给上帝。安怎荣耀上帝呢？因为这个是上帝旨意。咱拄啊读的《以弗所书》1章12节讲，安尼是要互阮这个大圣将5万放伫基督的人，通荣耀上赞上帝荣耀。就是咱这个已经认捌主耶稣基督的，我会通上赞上帝荣耀。你要甲上帝荣耀高举，人才有机会捌上帝。搁像罗马书，咱对啊读的11章36节讲，因为万物拢出伫伊，我靠伊，归伫伊，愿意得到荣光，直到永远。万物哦，拢出伫伊，我靠伊，归伫伊。这是拄则所讲的讲，上帝甲一切创造荣耀拢完全完美啊！是咱人都爱荣耀伊，是咱人犯罪嘛。所以动物唔免讲学了上帝荣耀上帝，因为动物无犯罪的代志啊。当然，兄弟姊妹，咱一个真重要的这个支票，咱的这个小会，咱前蔡牧师的时代，在咱起经礼拜堂的时阵，事实已经甲这款的任务，伫这款建筑物，甲咱表示了。唔知你逐摆有看到无啦？咱追求5项荣耀上帝人生的目的，这5项伫倒位呢？这5项伫咱楼骹大厅行入迄支大旗条内底有大5块看板，真水的看板。唔知你有来讲哦，啊，就水水啊，安尼影就过，还是讲啊，这个就是我每一遍来到教会，咱的小会、咱的教会或者领导，大家咧提醒，讲我要安尼做。啊，这是咱最后今仔日要学习的部分。但是因为圣经内底耶稣有讲，我已经伫地上有完成你交代我的工作来荣耀你。耶稣伊都伫主的面前告白讲，我完成我的任务啊！我的任务就是要荣耀你。连耶稣都咧荣耀上帝，是咱基督徒咱唔无爱咧，咱唔免咧。初代一个教父叫做爱任纽，伊讲一个充满生机的人就是上帝荣耀。意思我这个人活得足有活力的，活得足水的，我的人生足精彩，你就是咧荣耀上帝。啊，所以规律要荣耀上帝。这个华理科牧师甲因的团队，甲咱指导这5项，拄啊好放伫咱1楼的大厅。这5项是倒位呢？遮，咱看见遮水的设计，咱的遮建筑的动工吼，安尼用心甲咱放伫遮。请你会记得，逐摆看到的时，小可家学习一下吼。有，因为是圆的啦吼，啊，所以有几个角度吼，啊，这种用咧，咱常常来学习啦吼。内底写啥货呢？第一个，用敬拜来归荣耀我上帝，敬拜来归荣耀上帝，就是敬拜人生就对了。咱要安怎敬拜上帝？听起来真简单。礼拜日教啊，第1场礼拜8点50，第2场11点，迄叫做敬拜。但请会记咧，这敬拜只是所有咱理解敬拜中间的一小部分了。迄是一个群体，大家做伙来学习安怎敬拜上帝。但是上重要的敬拜上帝是你离开礼拜堂。所以咱富强教会曙光宣言伫楼骹第一个叫做敬拜。这个敬拜这2字无写，但是伊就是4、8字啦。虔心敬拜，荣耀真神。这个虔心敬拜，荣耀真神。第2啊，请问者，这敬拜内底吼，咱要了解是啥物呢？咱用享受上帝来敬拜伊啦。什么叫做享受上帝？什么叫做享受？就是占伫上帝的美妙的创造，啊，我享受主，迄叫做敬拜。这个路易斯，这个出名的英国的作家甲神学家，伊讲：当上帝命令我来荣耀伊的时，
其实是爱我去享受伊啦。现在即位先啊叫你享受伊，咱讲较简单的就是讲，先啊你过正时阵是要转去到恁的厝咧，你的故乡咧是要转啊你的父母的身躯边咧，是毋是？你就是要享受父母对细汉甲你长大迄个气氛，享受父母就是尊敬父母，敢毋是？享受父母的疼，就是敬畏伊命，尊重伊嘛。所以咱享受上帝的创造，就是咧荣耀伊。所以上帝爱咱敬拜伊，是出于疼、感恩、甲欢喜，毋是种责任啦。所以牧师招咱大家来做礼拜，请你莫想讲啊，牧师定来念吼，无来歹势，也是长老看到你讲，你来遐个做礼拜无看到，请你毋是讲这无要紧，人甲你关心，但是你重要是你体会讲，因为疼嘛，上帝疼我，所以我要来敬拜伊，我要来感谢上帝恩典保守我，我心中欢喜，毋是因为某物人的关系。某物人甲我要求，是我心内甲主的美好的关系，所以你毋是责任。那责任吼，就感觉足为难啊，对毋对？责任就感觉讲好像一个重担嘛。啊，你明仔载爱去上班，迄是一个责任。我想你有时想啊，拜日莫去上班偌好诶，加困挂，对毋对？因为你有责任嘛。但责任就是一个拖累，责任就是一个安尼重担。但是上帝爱咱敬拜伊，毋是用责任诶。你是欢喜而乐，你是愿意唱歌而乐主的。咱的圣歌里唱出美丽的歌声，毋是逼迫的，是讲啊，主啊，我用我的歌声来而乐你。兄弟姊妹，当咱活出美好的生命，所以会记得哦，敬拜毋是看会到这个限制，这个1点钟、1点外钟，这个是一个基本无毋对。但是请会记得，当咱活出美好的生命，所做的每一件事。就是真做敬拜的行动，所以你伫路边去帮衬一个行路无好势的人，你看见一只流浪狗，该处理，互伊莫去互车弄着。你看见这个路有一窟，今日有人吼毋拄好去骑车对遐犁田，你用一个办法该保护，这小代志。拢是咧荣耀上帝，拢是咧敬拜上帝。佮较免讲你所做的代志，你是救人的工课，你是一个警察，你帮忙这治安好势，你是一个医生，互病人得到医治，你是一个律师来主持公义，你是一个建筑师，建筑一个真水的建筑，互人伫迄个所在享受大的快乐。这个拢是咧学乐上帝，拢是咧敬拜上帝。所以，请兄弟姊妹，咱若要讲礼拜都毋是礼拜日去点钟尔呢，整个人生都敬拜上帝。你就感觉讲我的敬拜，我的人生是何等的重要啊！因为我所做所行所做拢咧荣耀主啊。所以罗马书6章13节讲，阮将家己献予上帝，将身躯的各肢体献予伊做义的工具，将家己将身躯共各肢体拢献予主，要做主。公义的工具呢？所以咱伫70、80年代，长老教会真侪人投入伫民主运动，看起来互人感觉有误会啊，有指责啊，有。但是我爱讲，今咱台湾吼，叫做一个民主的社会，咱参与有着，迄就是一个荣耀上帝啊！对人的伊的本质会当发挥出来啊！互咱伫遮。毋免惊讲，我讲什么话会互人监听，会互人掠去关。你去中国讲看嘛咧？咱会伫台湾骂小英，你去中国骂习近平，骂看嘛咧？这就是咱咧维护伊的人的尊严嘛。你会当促进这个社会一种的光明，这就是拢是荣耀上帝的一部分呢。第二，咱用听信徒归荣耀的上帝。第一个是敬拜，第二个就是团契。你敢若讲我一生荣耀上帝，敬拜上帝，但是对你边仔的兄弟，你拢无关心，安尼嘛毋对。所以第二项是听兄弟姊妹来归荣耀上帝，叫做团契人生。这是咱教会事工宣言的第二项，叫做团契，就是团契交谊彼此相听。这个红色的团契交谊彼此相听。感谢主。咱要讲解释，就是讲基督徒。
除了家己原生的家庭以外，就是一个团体上帝家。所以咱毋是干那信上帝、仰上帝那点，也归属伫伊的家，就是教会啦。吼，对，归属伊的家教会。咱学习听上帝，会是个属灵的大家庭。所以你若是安怎听你的家庭，你就知影讲，我也要用一共款的心情来听我所属这个属灵的家，叫做教会，咱的福强教会。所以当咱学习上帝听人的方式去听别人的时，这是咱的责任，咱就是咧应用伊。所以你来到教会，你关心弱小，关心病痛，你去探访啊，你关于小组内底迄个软弱软弱家庭有拄着挑战难题的，你去探访伊，关心伊，打电话甲伊苦劝，甲伊关心，这个拢是伫咧荣耀上帝一部分。听别人，听教会兄弟来荣耀上帝。所以第三。你除了听以外，你要学习成长，所以用学习亲像基督来归荣耀上帝，这是第三个宣言，叫做成长的人生，也是培育的人生。咱第三个宣言是成长，就是培育训练生命成熟，这是咱第三个这个黄色的吼，培育训练生命成熟。兄弟姊妹，你是安那要参加这个文道训练呢？你是安那要参加查经班呢？你想要参加生命丰盛生命的这个内在意志的操练呢？请会记你这唔是为着教会业绩吼，也唔是为着牧师吼，安尼需要恁来学演，唔是啦，是因为你伫主的内面，通过你的学习成长，为着要荣耀上帝。你的灵命成熟，你拄着人生真多的挑战，你有基础，无受到伊来影响，这个拢是。咱的成长的一部分，所以上帝爱咱的灵命成熟，你的思想、你的感情、你的行为，愈来愈亲像耶稣。我咱来学习耶稣，要来学习，就是我的所讲、所想、所做，愈近耶稣嘛。所以效法基督，就是会当荣耀上帝，有新的生命特质，一生互上帝来改变你的品格，改变我的品格，改变我的思想，改变我的念头。第四项。用服侍别人来归荣耀上帝，迄叫做服侍人生啦吼。咱的事工宣言的第四项就是侍奉，奉献家己服侍别人，奉献家己服侍别人。这是咱第四个咱的这个 logo 吼，咱的 slogan 目标。那这个奉献家己服侍别人，安怎做呢？上帝设计美好。人生伫咱身上，伊互咱无共款的材料，无共款的温数，无共款的材料。当咱看见咱的教会的组织，你就知影讲上帝实在是真奇妙呢。有人对艺术对这个画图真够插花。哎呀，若换我啥拢无咧，人伊都会晓诶，佫足辛苦诶。有人会晓讲古，会晓弹琴有人有美好的歌声，有人会晓操作这个电脑。这嘛是温数啊，所以当咱这材料、温数、才能拢发挥出来的时阵，请会记得，这个唔是为了你自私的目的，是要为着别人得到利益的。所以请会记得，你的材料若是干那讲为着趁钱路用，为着阮兜好，安尼也无够完全的荣耀主。是你的材料有去帮助到别人，所以现在为何？咱教会需要叫做义工呢？义工的意思就是，我唔是为着趁钱才来做，对不对？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若有更较多人甘愿讲，嘿，我伫外面要看1点钟我上无我的价值是几千的几百安尼，但是我伫教会迄个几千几百算袂了啦，迄更较价值啦，因为我伫天国银行所欠的更较济。迄个是为着利他的人生，所以这才是荣耀主。所以你的温数一个检定，就是讲，你这个温数材料是干那你家己的利益尔，还是你有帮助到别人？最后上重要是宣扬基督，荣耀上帝，是宣告的人生啦。咱教会第5项的指标叫做分享真理、宣扬福音。分享真理、宣扬福音。但是个4字咱背袂起来啦，背袂起来。
有时会感觉乱去，但是你也甲想真简单真容易去理解。所以上帝无爱咱甲伊的疼甲旨意甲扛起来。哇，这阮家己享受，伊爱咱甲人分享伊的疼。要咱分享呢，就是带人信耶稣，帮助因找到人生的目的。互因知影讲这条路是行永生的道路，是咱上大的荣幸甲福分。所以姊妹，传福音毋是一个教会一个节目啦，毋是一项讲好亲像有人交代我爱做，毋是，是我为着要荣耀上帝，我为着要甲人分享福音的好处，要甲人报耶稣基督的疼，所以我愿意为主来传福音。所以这是为何咱对去年一直鼓励咱会友积极参与传福音。咱进前用福音大会，咱后来搁甲组织变做幸福小组，这个拢毋是为着赶流行，只是讲咱要采取一个有效而且搁轻省，咱做了会感觉足有成果的。咱用幸福小组来推动。我恁都何书4章15节讲，互搁较侪的人能得到上帝恩典，搁较侪的人来得到上帝恩典，就是信耶稣嘛，信主嘛，所以能得到来荣耀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若安尼搁无法度完全整理这5项就是咧荣耀上帝。咱读这本《标杆人生》，咱的教会已经老早甲迄个牌放伫楼骹，牌甲足水咱就是过来这5个月，一个月要来学习一项，搁较有牧师讲的是一个总第一了。第一，要来荣耀上帝，敬拜；第2，培育；第3，团契；第4，侍奉；第5，宣教。当然，这5项拢真实，唔免搁记伫，唔免用背啦，就是已经生活上就是安尼咧做的时阵，这5项就是荣耀上帝一个上基本的所在但是最后牧师要甲咱勉励是讲，你要达到标杆的人生的路径是靠耶稣基督，唔是靠家己。耶稣基督保护帮助你因为所书1章7节到8节讲，对基督通过伊的死，咱得到自由，罪孽得到赦免，上帝恩典实在真丰富。伊有将这个恩典充充足足来赐予咱，请记得通过耶稣基督的死，才会整个的福分才有得到。所以咱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伊伫十字架顶为着你的罪来流血，这点咱才有能力通荣耀主。因为上帝洗清咱的罪嘛，咱拄也无讲对倒的天使撒旦甲人类犯罪，所以互上帝荣耀无去嘛，拢亏缺上帝荣耀对无？人亏缺上帝荣耀，所以我会互罪性洗清，我才会当荣耀上帝。第2，伊讲你的过犯得到赦免，诚做圣洁，无瑕疵，你才会当荣耀上帝。赦免、圣洁、无瑕疵。第3，你能得到救赎，诚做上帝儿女，才会当荣耀主。第4是上帝充充足足的赏赐，互咱大家恩典。所以才会通过耶稣基督的保守，咱大家人有迄个起点意思讲你才有迄个基本的能力，通荣耀上帝。若无咱都唔知呢，咱是讲我活了一生这我用得的你唔知影通荣耀上帝。所以你应该知影耶稣基督保护，才会当荣耀最后，咱是达到标杆人生的边境，就是圣神点伫咱的心中做印记、做边境。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圣神伫你面前，伫你的内面，带伫你心中做印记，咱就得到祝福。咱用这则经节来做结束。以弗所书1章13节到14节讲，通过基督，恁嘛有听到真理的信息，就是迄个互恁得救的福音。迄时恁有信，上帝就赐恁所应允的圣神，甲恁看面，证明恁属于伊。圣神甲咱看面，证明咱属于伊。圣神保证咱通承接上帝所应允的基业。上帝的应允圣神甲咱看保证直到互属伊的人得到完全的自由，通上赞伊的荣耀。兄弟姊妹，你为何来活？咱知影荣耀上帝毋是一条简单的道路，所以咱开始改变咱人生的处事、人际关系，咱的自作息的行程表，甚至人生的享受。
主耶稣伊伫十字架顶的时候，伊嘛有挣扎过呢。挣扎什么？约翰福音12章27节讲：即阵我的心乱糟糟，我要讲什么？我要讲爸啊，叫我脱出这个时刻。意思讲伊要受定真艰苦，但是讲毋是，我是为着这个时刻才来。爸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耶稣伫迄个极其痛苦的时阵，犹原讲出这句话：为着这个时刻，爸啊，愿荣耀归于你。所以当咱免烦恼啦，是讲哦，牧师啊，安尼我为主来，我一切拢放弃，敢毋是？毋是啦。当咱决定为着依赖我的时阵，上帝就互你够野的开力甲信心。你袂感觉足气就对了，你会足笃定的，真正会生命开始完全甲家己交托耶稣，迄个时阵开始，你完全的交托，你的看虑烦恼，你的忧虑就无去啊。啊，你若一边买一边毋好，你会挂这挂迄挂袂好。兄弟姊妹，你是毋是愿意大家做伙来学习一个标杆人生的路途？愿咱大家做伙来学习这个标杆人生聆听研读的计划。检查你听牧师甲你做安尼分享，你无够格，请你记得一礼拜读2章啦，定。你参加小组，参加你的团契，还是你招寡人做伙来学习？愿主帮助咱，真正经过这半冬的学习，咱是一个整体性全教会的聆听的学习，你是一个改变你人生的一个步。